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那么咱后一届台南市长选举呢，将伫2018年底，也就是明年底要来举行。那么现主时呢，已经有真侪有意要参选的人物呢，纷纷浮上台面。所以呢，咱市民新声节目呢，将会陆续邀请到遮有意参选的候选人，到咱节目当中来说明因的理念，互咱的台南市民会当来了解因的政见甲抱负。那么今日咱为大家邀请到呢，是连续呢担任6届立法委员，而且伫咧真侪评鉴当中呢，拢是非常优秀的立委。咱即摆就来欢迎立法委员叶宜津叶委员。立纯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宜津叶宜津。咱的叶委员伊不只讲伫咧真侪评鉴当中都是被评为非常优秀的这个立委，表现非常的好，而且呢，一定定拢会安尼四界去勘察啦听咱的人民的真情，为大家来解决问题。所以最近一届呢，伊嘛有会同伫中央做伙来勘察着咱台南市的这个重大建设，这嘛是咱委员帮咱争取的咱希望讲，透过咱这个新闻记者呢，对着委员到现场去了解这个状况，大家了解讲，委员到底有做过什么代志？咱即摆先来看这段 VCR。新营火车站因为无设立后站，所以长期以来住伫铁路移动的民众，拢必须驶过路桥，也就是滨高道，才会当进出火车站。尤其最近年节回乡的人潮变多，互火车站头前的交通更较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立委叶宜津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要来建设后站。我们新营火车站终于要有后站了。这个后站我们期盼了很久，因为这个火车站让我们新营铁基路东铁基路西差足多啦现在呢有了这个后站以后，让我们的东西可以畅行，让我们东边西边可以真正的连在一起，也让我们不会再看到大家为了赶火车着急的在平交道的东边那里干着急让那边的人也可以很快速的进入火车站，或者是从火车站来离开回家。这个工程呢，一共5300多万，我们非常高兴，马上要动工，今年年底106年年底就可以完工总经费5300万的新营后站正式工程，确定今年动工，并预计伫年底完工启用。同时，立委叶宜津也已经向交通部争取铁路高计划500万的规划经费，目标要改善新营地区因为铁路阻碍社区发展的长期问题。所以咱拄则所看到，这是其中咱叶委员帮咱争取的一项建设利益其实我们叶委员大家来看一下，他其实是连续6届那的公都盟评选为优质的立委，这是相当不简单的要互选做这立法委员遐尼济，要互选做优质的，这真正是无简单啦当然，咱的委员帮咱争取的包括各区外环道、那台86线工程，还有呢台61线工程、台84线工程、仁德交流道。还有大湾交流道、柳营交流道休息站、连外等等就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设所以其实呢，委员咱知影讲，遐尼济立委，大家拢要帮因来家己地方的人来争取这个预算和建设嘛所以你争取遐尼济，其实对你来讲的话，你敢会感觉讲这些争取的过程，你要跟那么多的委员大家下去这样竞争，是不是会觉得说，这当中有什么款的困难？你是安怎克服的？因为我是所有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内底上届资深的这个交通委员我真感谢台南市民对我的支持，我已经做6届的立法委员啦。尤其是交通建设这个物件真正爱较长的时间无论建设的过程还是建设的争取，拢爱相当的时间。我已经伫6届内底已经17档的时间伫咧交通委员会，所以我会当。讲真感谢大家支持，所以会当有
遮尔多成果出来，嘛是因为会当做有够久啦，他们讲的是安尼。要做这么久不简单呢，因为大家都想进去这个交通委员会啊。无毋对哈啊，但是若你做无够久嘛，无法度看到成果。坦白讲，比如讲啊，咱头拄讲的迄个柳营交流道争取9档。大湾交流道，我甲你讲，争取超过20档。哇！前我做省议员的时阵吼，开始努力，一直讲，一直拍拼，甲即马真正成功。吼啊，我去简单讲吼，比如讲咱迄84线，迄阵是全台湾第一条东西向的即个快速道路。但是吼，尾啊做到一半啊，就断去，因为地主的抗争，吼，到尾安尼咱。全台湾的东西线拢总做完啊，咱台南竟然无做，怎到遐尔？吼，要安怎去含遐个地主沟通？要安怎慢慢去带部长来看，拜托伊恢复这个预算，相当的困难，因为这个过程吼，经历过超过5个的交通部长，是，所以终于甲这即个计划去恢复转来，恢复计划了后，开始落去征收土地，开始落去起。碧纯，你可能唔相信，敢若即个工程的过程，连要算着人的温啊，算着人的田，算着人的鸭，算着人的鸡啊，算着人的鱼啊，光是协调案件，90几件，哇！这么多啊！真正每一件90几件，安尼终于让他顺利完工。即马84线最好走的哦，为玉井到北门最好走。而且在通车典礼，这个市长赖清德还特别感谢委员的争取，是，对不对？嘿，我刚安尼讲啦吼，无论是连外道路，比如讲古洞要通阿莲迄条连外道路，虽然我迄阵立委已经无伫迄个选区啊。我前有伫迄个选区选立委，到无伫迄个选区，安尼经过，嘛是经过7、8档。所以呢，迄阵下土的时啊，通车卸土的时候，拜的时，敢若叫我一个民意代表去。嘿，所以我敢讲吼，咱大台南地区的即个交通建设，我差不多无一条插无着的。各区啊，新华的即个外环的连外道路，新营的外环的连外道路，永康的外环的连道路，包括古东趟阿莲即个连外道路，拢是我遮尔侪当来，伫交通委员会，伫所有的交通建设内底，当然先爱感谢，互我有机会会当动算，才有即个机会来做即款的争取。不过真的要像委员这样有毅力吼，就亲像你讲的，哇，你伫交通委员会汉尼长的时间，所以呢，这交通建设真正是就是很多，还有到20年的哎，这波这个耐心吼跟毅力，慢慢的去争取吼，而且还协调那么多的案件，我真正是无法度去争取的啊。大家应该吼，当了解的讲，我们这个交通建设其实对我们都市的发展非常的重要。这是经济发展、都市发展最基础的工程就是交通。对啊，一定要交通便利嘛，而且就是说，然后你不管是在运输啦、各方面啊，或者是我们要出游等等呢，这个交通都很重要。所以让委员吼也这样，就是帮我们这个台南市在这个立法院占了一个交通委员这样一席，所以才可以帮我们争取到这么多的这个建设啦。哈，我也很高兴。所以那这其中其实我们可以想见说，你光这个协调就非常的困难，那你都可以这样一一去克服，真的很不简单哦。这个也是台南市民给我这个机会啦，哈，我会继续拍拼。我嘛是因为感觉讲啊，我互恁支持遮尔侪届，吼，市民支持遮尔侪届，已经有相当的经验嘛，所以哈，我才会愿意哈，才会有这种想法，说是不是要更进一步的把我的贡献，我这个丰富的这些经历来给台南市民。因为做民意代表做较久嘛是建议款尔啦，监督建议尔，所以才想说更进一步来努力争取市长的提名。对，所以就是说哇，有这么多连任6届吼，咱这立法委员啊，争取遐尼侪建设，然后经历过这么的多，所以呢，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来参选我们台南市长了，对不对？因为咱咱讲进前，你好像也有就是有去参选过这个台南县，然后就是县市合并之前，但是管区合并，迄斗多好合并嘛吼，后壁就变做讲无去参选，吼这届你就是有意要来争取到吼，咱台南市长这个职位，那这样子的话，你是可以跟我们的选民讲一下，你的理想是安怎？
我今仔有准备吼，我拄则有讲啊，我做真久的民意代表，我做1届省议员，我做6届的立法委员，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各种的历练，我觉得已经足够，已经足够。所以我希望讲我会当更落实、更具体的把我的这个经验，贡献出来给台南市民哈。才袂辜负因，安尼一届过一届，才能支持我吼。所以我有几项证件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吼。第一，这大家可能嘛真知影吼，我因为我是3胞胎的妈妈吼，所以我以一个做妈妈的心情，希望台南市民来考虑讲，选一个妈妈做市长，有啥物无共款？第一，我真知影少年翁仔某。要饲囡仔的辛苦吼，所以我感觉咱少子化真严重，咱需要互咱这少年朋友、少年翁仔某知影讲，这个政府有诚意要斗饲囡仔，所以我主张呢除了我们妇幼的职场，咱妇女朋友的职场托育幼稚园托育养老跟种种的妇幼的政策以外呢。我感觉要更具体一点，就是我主张6岁以下的囡仔1个月有3000块的育儿津贴，来帮助少年翁仔某饲囡仔。咱也知影讲吼，咱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真麻烦。对，后摆纳税金的人愈来愈少，囡仔愈来愈少，咱的市场愈来愈小。学校招收不到学生以外，市场会萎缩。这个人吼，所以我们没有人口红利，好要安怎来改善这个问题真重要。但是你不能够只有口号讲祝你好运，台北市跟他讲祝你好运，怀孕的孕，一点都没有实质的帮助。所以我提出这个证件呢，其实不是第一届，我从我第一届时我就提出，因为。我留学的国家吼，因拢是较重社会福利的吼，对，特别对这个少子化人，因有真具体的做法哈，包括托婴托育，其实不是只有幼稚园啦哈，要安怎互咱的少年人愿意呢？其实环境育儿的环境很重要，这个都以外呢，我认为老人福利哈，老人的各种的照顾，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因为老人愈来愈多，对啊，老人可有选票，囡仔无选票，囡仔袂晓替家己争取，囡仔袂晓讲话，尤其是当出事，甚至囡仔可能伊还袂出事，人就无爱好出事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但是是很重要的，关系到国力，所以咱需要来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我提出这个，每一届我拢有提出啦，每一届。那这一次呢？因为我想讲民进党已经过半数完全执政，咱真正会当来达成我们的愿望，所以我把所有重要的法案，我拢做一届第一时间就给提出来，包括废除特侦组党产处理条例废除红十字会，等等这重大的问题，包括育儿津贴，结果我去用骂啦。我去互骂去合一个绰号，讲我这合做钱坑法案，讲我合做3000金3000金，我业余金的金。但是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说，这个不是钱坑。为什么？因为我们老人福利是7000块，是7000。对，一个囡仔1个月3000，是帮助少年人互伊有够无？绝对无够。但是这是一种让年轻夫妇知道政府真的有这个诚意的一种表现。其实台湾已经有人安尼做啊，桃园、新北市、桃园就是每一个月3000块。好，那台南市做得到吗？我当市长，我一定做到，一定做到。这是我的政见，这是有录影，你也是老这。对。好，我希望我哪当东山市长，我一定做得到。我一定可以筹出财源来做这一件事。3000金虽然是在骂我，但是我认为不是骂我，对我是一个荣耀。你们可以继续叫我3000金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我认为迫切需要做的一个政见之一。对啊，其实说3000斤，那其实是有些人他觉得他不需要，没有用到，他伊的干嘛讲啊，无需要。哦，伊的安尼跟你讲，但是对的，这真的是很多这个年轻的，尤其年轻人现在的薪水又都不是很高。你说叫他养个小孩，像我们很多同事的是安尼啊，讲话这大各位吼，拢安尼欠长内度啦，因为就是你生一个囡仔，就已经伫遐做歹饲啊，搁要生第二个。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如果很多年轻人他看到这个3000。育儿津贴6岁以下的儿童每个月，而且我们刚才6岁以下，我本来是到18岁啦，到18，这是要用出给啦，我的法案是安尼，是要用出给为什么我说我当市长是6岁以下？中央我认为他应该做多一点，但是地方我为什么说6岁以下？因为6岁以下的发挥比较多哦，我们要讲做得到的。对，6岁以上就有念小学了，念国中那个发挥其实是比较小。对对，所以我才是这样哈。对啊。另外我们刚才有讲到啊，咱这个交通建设哈，就是交通会当带动这个城乡共荣。真卡那交通里边大家无一定爱积极起来。另外咧我希望拄则咱有足感谢制作单位哈。甲我讲我进前的政见，包括这个拄则讲的新年铁路高架化，整个台南市的铁路高架或者地下化，我叫做它立体化。除了我头仔甲大家报告，我已经完成的这10几档来恁的支持，和我伫交通委员会所完成的以外，做到市长，除了赖市长的这个轻轨以外。当然要延续赖市长的以外，我希望整个大台南的交通都可以立体化。这是我相信以我伫久长以来伫交通委员会的努力甲建立和交通部的关系，这一点我会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就是除了延续这个赖市长他现在已经有一套的这个轻轨计划以外，你还可以做得更多，因为你有来自于中央的这个资源嘛，立法院的资源。对，所以这个立体化以后，对我们台南市未来的发展真正都重要嘛，对不？对呀，因为交通是所有建设的一个基础，这会当创造城乡共荣。好。另外咱台南是一个农业真重要的所在哈。咱除了有历史古迹以外咱也搁爱有农业咱的市区内底有足侪历史古迹，观光是台南。真重要的一地咱赖市长捌讲过，讲来台湾无到台南，就无算来过台湾因为台湾的历史就是为台南遮开始的所以观光是咱重要的一个经济之一绿色经济之一除了市区的这个历史文化古迹以外，我感觉以前旧的所谓台南县迄个部分的农业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观光更广。就是休闲农业的观光这是很重要的一块怎么样做到休闲农业观光呢？这个除了交通以外，这个我认为很重要。我伫2004年的时，美国人出钱美国人出钱让我去到美国去考察。一个月完全所在我要看什么叫做 leadership program， 就是美国人这个伊感觉各地较有这个政治前途的政治人物将来有影响性的迄个 leader 就是领导人邀请因去美国考察观光所有的费用拢是美国人出。伊问我要看啥，我甲讲我要看农业。因为农业对台南真重要。我当然也有看其他的但是我看农业我有真深的感受，所以我希望讲将来咱台南会当安尼做，安怎做呢？农业即马全世界的竞争啦。我嘛安尼甲少年朋友讲较来的时代，所有的竞争拢是全世界，毋是敢若伫台湾尔。甚至农业嘛是，因为农业即个物件。将来就是不断的开放，外国的农产品会入来，咱的农产品需要出去。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内底呢，有两个足重要的代志，就是第一，有机是未来的趋势。怎么样创造农业的更大的价值？有机是一个，在地是另外一个。
在地是什么意思？在地就是有伊的特色，好，因为伊的土质、伊的气候，所以伊有伊的特色。在地还佫有一个就是新鲜，新鲜，所以呢，就是2个主题，有机在地，好，但是要安怎有机，要安怎在地，你爱有互消费者有相当的信心。所以我主张，我若做着市长，我会安尼做，我会甲咱的各地区的农会，咱遮的农会拢真健全，农会嘛拢真拍拼吼，互农会去认证，吼，咱袂使逐项拢政府做，政府做有当时做袂来，对，无法度管顾遐尼宽，品质无好，还是有什么问题？农会最知道哪一个农民在种什么东西，农会也可以辅导他，他没讲要逐项拢有机的有困难啦。我们在亚热带，咱气候就是芒糖较侪的气候，所以农产品要完全有机，种袂啥会起来，种出来的量嘛有限卖相也不好等等的但是还是有人卖相不好也没关系，喜欢有机，但是它是真的有机吗？谁来保证？对啊，所以我认为农会可以做这个。在地农会更加知影，在地农民这项是不是真正是我关庙的往来？你去台北路边凊彩嘛，拢讲伊关庙往来，敢真正往来？唔知影所以是不是在地由农会来挂保证来做？这个认证授权给农会，农会会不会作弊？我们相信他不会。但是市府做什么，政府做什么，做抽查就好。我给你这个权限，给你去认证。你若甲我黑白母，我就把你的权限收回来。这样大家就会爱惜他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权利。这是我主张的。如果咱来当把这个做好呢，咱的农产品绝对可以台南的关庙往来，台南的关庙竹笋，还是阮后壁的真正后壁的米，或者是真正咱在地的麻油，西港的麻油、安定的麻油，还是鲜花的麻油，对，在地的很清楚的让消费者知道，这个真正在地的，真正就是无同款的对，这个可以创造我们农产品的价值。也可以配合我们的休闲精致农业，和咱的观光不是干那历史古迹，还有休闲精致。伊看古迹了，伊嘛去庄脚行行的，先煞买一个盘手，这个更加的创造价值。好，我刚刚说了这些呢，大家会觉得这拢伤过无真进步的感觉。其实咱台南我定安尼讲台南以前若有咱尤其是旧的咱这个县的部分，厝内底拢做事真艰苦，生活很艰苦。内底若有一个囡仔去高雄做工，高雄的工厂做工，马上就改善家里的相当的环境。所以以前拢做兴盛，高雄有工厂，通去做工，但是现在时空不一样。从台南科学园区说起。那时候我在当省议员。迄阵我们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竹科以后，台湾要找一个科学园区，谁哪会找到台南？是因为这里是一块处女地。高雄因去看，感觉高雄遐迄污染伤严重啦，工厂伤侪污染。刷落去呢，迄个所在已经无像咱遮尔大片的土地会当互咱规划因为几乎到处都是盖工厂。所以我们反而本来是最落后的，现在反而是保存最完整的，所以我们就脱颖而出。对，设立了南科。你知道南科创造了6万多个工作机会。哇！南科现在的产值，每年的产值差不多8000亿耶。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变成我们的优势。再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除了南科以外呢，我们的沙仑要成立一个绿能科技，我们可以更进步的发展。这个沙仑的绿能科技呢，
会有什么东西？中研院它的台南分院要来我们沙仑，我们这里还要设立一个所谓的会展中心。将来哈，有一个大型的展览中心哈，咱即马抑个无够大，咱即马拢伫个什么贝乳啦，恁着听哈，不够，我们要要建设一个更大的会展中心。我们还要有这个绿能的所谓科技中心，然后再来研究所谓绿能。光是这个中央这一次就我要坦白说了，这不是我做起用，这是中央已经定案的哈，我不会中央的功劳都算自己的。是372亿哦，372亿的这个绿能产业的这个中心在这里，对咱台南是一个就大的鼓励。我还可以跟各位报告哈，这个所在光是这个绿能，我们这样说好了。其实台湾的这个太阳能光板是全世界第2名，制造第2多的，第1名是中国。其实我们曾经全世界第1啦，但是尾中国伊变计小，伊做更加济，所以呢，起码全世界产最多光能电板的是中国，我们第2。我们虽然第2，但是我们太阳能光板呢，其实品质比中国的好。对啊，一定好很多。但是你想想，我们把太阳能光板销到全世界去，问题是咱家己有用太阳能光板发电无？极少。我们如果说出产100块太阳能光板，我们大概只有用不到2块钱，不到2块钱还是2毛钱，我忘记了，就是极少，不到2毛钱，大概差不多0.2%，对，不到2毛钱的这个用太阳能发电是用我们自己的，这样很可惜，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就是要把太阳能光板真的那个电能够储存，能够储存才能够用。对，我们日照很长，台南特别是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摆太阳能光板，比如说7个盐山，7个盐山以前咧晒盐的，即摆无啥咧晒盐，遐哪来个拢一块一块个用太阳能光板，我们可以有相当大的这个能源，不是吗？但是怎么样再把这些光板的能源变成真正发电的机组？这个地方，沙仑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做这一件事。是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做得好，做得成功，我们将来还可以整个输出。咱以前是跟他们卖太阳能光板的咱希望以后台南会当规组拢外销。光板以外，教你怎么样用太阳能光板真的做成发电机，真的变成一个电厂，这是我们要做的。除了这个以外，再跟各位讲，台湾第1台自驾车。上面有这自驾车，自己驾，唔免人驶，家己驶，家己会晓开的车叫做自驾车，会在台南出现。是哦，你可以想象，这个不是只有科技哦，这也会是一个观光景点呢。对，可能全台湾的人拢想要来坐高铁来台南，落车坐一台唔免人开的车，就会当上路。你想想。台南的未来多么好！对啊，咱这个所在，咱希望讲会当发展观光，咱有历史，但是咱嘛有全台湾上进步的科技。这个科技，互咱更加欢喜的是无污染的，是无污染的，互咱的这个观光来遮要观光休闲的时，更加感觉哇，空气较好，无污染，刷入去可是真尖端的科技哈。所以我感觉台湾的这个台南的未来我若做到市长，我要让台南人比现在还更有光荣感。我觉得台南是无可限量，咱是做会到。哇，
今天很高兴哦，咱听到立法委员叶委员，他要参选我们台南市长，他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政见，包括我们来复习一下绿能科技全方位的发展，这个对我们就没有污染，然后又很先进，然后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观光。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台南上盖出名的历史古迹跟文化，对不？那委员有想到讲，把它结合我们各地区农会，对不对？然后让农会其实农会上盖了解咱地方的特产咱的农特产品，所以呢，它可以让它来进行这个为各地区在地的农产品来做认证。因为咱今嘛知影公司这类认证的单位，其实民众一定开始信心动摇，没错，因为觉得说，因为他人力就是不足嘛，那你而且他也不是很了解，所以他做了以后，后面又产生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变成大家会不太信任。那所以委员提出这个各地区农会，这不但可以发展我们的农会。好，那也为我们消费者来做把关，那同时带动我们农产品的发展。是，好，那这一块的话，又刚好又结合我们历史古迹文化，加上我们休闲精致的农业所以这是让我们的观光产业更宽广。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咱委员上盖拿手就是交通动线立体化，这个可以促进我们的城乡共荣。那委员在立法院交通这一块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嘛，好，另外这一个就是委员说，虽然有人对呀，有人批评他，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妇女朋友啦，很多的年轻朋友都会觉得，来回一哈里懂每个月3000块育儿津贴，对大家来讲，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天降甘霖啊，真的是一块补助，让他们也比较所有想要生小孩的意愿，要不然我们的人口就越来越老化了，对不对？是，对。那我要再强调一次，我不是只有说，发6岁以下3000块的育儿津贴，是我们还必须要去努力改善，托婴、托育的环境，还有妇女的职场，或者是在家保姆等等的各种政策，但是这是最具体的一项。对，最具体的那当然就是一些配套的委员，那我最直接的啦。对，我们知道说委员你也是担任那个中央党部妇女部，所以你其实对我们妇女朋友的需求你是也蛮了解的，所以你也会帮大家多争取一些，对不对？我当过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主任，但是那个部分是较重视的是妇女权益，但是呢，这个当市长呢，我是以当妈妈的角度，对，我用当妈妈的心情比如说我认为选一个妈妈，你可以选一个妈妈当市长，你可以知道她会关心我们怎么样育儿；选一个妈妈当市长，你可以知道她关心台南市民的交通；选一个妈妈当市长，会让你对各种的农产品有信心。选一个妈妈当市长，可以让你的先生上班，增加工作机会，我们的绿能科技产业。我用这样的心情来规划台南市，就是用一个当妈妈的心情来规划台南市。我相信一个当妈妈的，她会比较在意的地方，就是一个市民他在意的生活的。这个各种的环境或者条件。对，所以如果说这个市长的政见能够贴近民心呐，咱的选民伊就家己有所想法啦，所以咱今日的委员到咱这部当中，甲咱讲出呢，他为什么要来参选我们的台南市长？那他参选这个台南市长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政见他都有具体的来表达出来了。好所以接下来咱们来甲委员请教来讲我们知道说这个民进党嘛就是党内初选这个问题，因为一般大家都会想讲哇进前啊。就是讲，上届开始，咱台南县市是国民党执政嘛，然后在台南县的部分陈唐山县长啦，然后后来苏焕智县长，然后在台南市这边张灿宏市长，还有许天才市长啊，然后一直到我们县市合并之后。哇，那这样后续啦就是说，每次只要是民进党提名的，大家就想讲哇，民进党提名的绝对稳调的啊虽然讲咱嘛是不能抱着说那个掉以轻心呐但是呢，咱会当讲这个民进党的党来重选，算是你要参选市长的第一关。所以目前你来看恁民进党来，你这届一定会参加初选嘛所以你看恁内底这个初选的机制，你是不是跟大家表达你的看法？就敢若拄则碧纯所讲的有足侪人讲，可能因为感觉民进党
提名啦，对的动算啦，其实我感觉上重要，原来是市民啦，吼，毋是干那提名吼，是市民是毋是有认同？不过，阮民进党的初选的机制吼，就是重视市民的声音吼。我完全相信台南市民智慧的选择。我相信台南市民伊点点咧观察，伊最后一定会做上界有智慧的一个选择。所以阮为着要接近市民的想法，阮毋是干那党员有即个权利选尔，阮是全台南的市民拢会当来参与即个初选。所以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处理即个初选。用全民调呢，我着爱借即个机会先煞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全民调就是只要你厝内底有电话，拢是可能会当调到的。谁人讲厝内底的电话毋是手机呢？因为手机无法度确定你是毋是台南人。对。所以敢若06的电话开始。所以爱厝内电话就对啊。第一定是厝内电话即个民调呢，有2个原则，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你会当抽到吼，咱台南差不多大台南差不多有66万支的电话，厝内底的电话。是。照即个统计学哈，即个民调拢超1000几十支的电话，提完来哈，1000多支的电话，就来决定民进党用这款的方式是真科学啦。所以呢，你互抽到迄支电话，敢若中奖咧吼，真宝贵吼，拜托你毋通听一半是无效的。就无效啊！我有迄个民调的时，有迄个选民走来甲我讲，我有听到呢，我就甲讲，我要支持叶宜珍，就挂掉啊！就赶紧的，我就赶紧走来甲我报告啊！我讲你敢听有了？伊讲无啊，我就赶紧要甲你报告。哇！其实迄是无效的，大无彩啊！嘿抑佫有吼，真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因为惊讲诈骗电话，毋敢听电话，所以嘛是，我要支持叶宜珍，赶紧甲过来。无彩哈，我知影大家真惊诈骗电话，但是只要卖问你的身份证号码，你袂问你身份证号码，绝对袂问你身份证号码，袂问你的口罩啦，这个你就不用害怕，就因为抽到你这通电话是真宝贵的，你代表毋是你一个人尔，那照这个比例来算一支电话上无代表300票，所以真重要啦，所以呢，第一要从头听到尾，才叫做有效问卷。爱有效啦吼。嘿，对。第二呢，市长敢若一个尔，你敢若会当讲一个名尔，即马有足侪人啦吼，有人讲民进党的拢好啦，无效。安尼嘛无效，因为市长敢若一个尔啦吼，你若要支持我真欢喜，真感谢。你毋是要支持我嘛，无要紧，看是你要支持什么人。我即摆是咧甲听众朋友讲，你一定爱坚定，敢若会当讲一个名啦。你若讲出第2个名，这表示你还没有确定的选择，有个无效，个无效啊。这原则就是市长一个名啦，敢若会当讲一个名，这2个重点把握住，才是有效的问卷。大家甲欣赏，因为足侪人问啦，所以就这个机会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因为很少人会去，对，很少人会真正去接到这个电话，那么多，那66万通，1000多通而已嘛。是。所以其实真正做接人也可以接到这个电话啦，所以会接到这个电话会有这个疑虑啦，所以让委员们甲大家报告要做清楚如果你要让这个票变成就是你的。这个电话民调变成有效，一定要从头听到尾，而且你只能很明确的讲出你要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因为市长这当选一个，民讲李伟选做侪啦吼，李伟基本嘛选一个，对，是讲你按那民调的话啦哈，对啊，所以都是只能支持一个啦哈，所以这是可能之后要面临的民进党来吼筹算的这个民调，而且伊无咧卡手机啊，拢卡起来吼。
出来电话，所以到时阵若是讲真的是暗时啊卡，伊就在它有一段时间呐，差不多6点到10点。所以有真侪然后讲，啊，你也伫出来等电话，是不一定会等到哈，但是有等到的话，这个几率就会比较大一点哈。这是针对初选的部分啊，但是未来要给你签稿来讲，咱知影讲目前哦，可能民进党来筹算啊，目前就是浮上台面有意参选的已经有7位，包括现任5位的这个立法委员，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前副市长严春佐，以及我们的这个副秘书长吕敬义嘛哈。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委员你可以谈一下，你觉得自己本身啊比他们好的优势是什么？你要出来参选台南市长？我刚刚已经说了，第一我有6届的立法委员，1届县议员，经验最丰富。第二，我的特色就是妈妈。家内底敢若我一个是妈妈，候选人内底敢若我是妈妈，所以我是用一个做妈妈的心情，来，我会用一个做妈妈的心情来做市长，用做妈妈的心情来看待管顾咱这个台南市民。对，所以你就对自己的那个，这个是我的特色，你的特色也是我的特质。所以这个其实你在里面是蛮特别的啦，哈。对，就是这个是候选加7个人内底我的特质啦。你的特质。而且我是有过去行个红检验的，就是用我的忠诚的过去，大家当检验，我的做法我的为人。我的人品，我的政绩，都可以。对。好，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做这媒体拢会关心讲，到底吼，即马后一届呢，咱台南市长是啥物人？所以也未算的哦，这个民调的一大堆啦哈。但是针对民调这个部分哦，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说，他不信民调；有的人是觉得，民调可以做参考。那委员，你觉得民调呢？你的看法？民调是很科学的，绝对可以做参考。但是真正的市长初选的民调，一档，应该是差不多107年这个3月至5月啦民进党过去就是安尼差不多半当前，大选的半当前做一个定案对，所以还阁有一档的时间啦这民调起起伏伏都还有变化但是我感觉比较好玩的是，前一阵子就有人都说自己是民调第一，对这一阵子大家都说自己第二，因为说第一的就被骂，所以都说自己是第二。但是我是觉得台南市民会做最智慧的选择。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市民是还在观察的，那这样是对的他需要再更仔细的观察，他需要再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做选择。这是有智慧的选民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会继续把我的政见让更多的市民知道，把我的特质让大家知影，把我的政见让大家知影我相信市民会做上有智慧的选择，我相信市民会喜欢一个妈妈来当市长。对，所以其实有很多民调呢，它是因为这个候选人可能他的知名度比较高，那他的相对民调比较高但是呢，可能咱就是在市民的无啥了解讲，伊对于咱台南市未来政见是啥物，所以我们才会开辟这个特别节目说，让我们的候选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讲出他们自己的政见。那像委员这样子有这么具体的政见那就是说，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后，伊得当家己去思考，伊是不是希望讲未来咱的台南市长会当为因做到这的物件，对不？像这些政见的话，如果我们的选民认同，那当然就是会支持说，这位候选人嘛，而不是说只是看出说，那个候选人老是在出现那件事，然后就是变成民调高。那民调高候选那个选民可能伊嘛无啥了解讲伊做啥还是讲伊未来有什么抱负，或者是他要为我们台南市做什么，做不做得到刚才委员嘛有讲，让我录影真正录起来但是说当选之后绝对做到，帮我们把录影带调出来，对不对？讲话要负责的。对啊，我真欢喜，真感谢这个双子星3冠网给我有这个机会，因为咱县市合并，现在叫做大台南。对。
啊，我以前是伫台南县较庄卡人，阮这庄卡人要来市来拍拼啊，来到市来，所以以前的台南市的选民哈，对我较无认识哈。但是我嘛真感动，就是阮这庄卡人来拍拼，我这一阵子不断的在市区里面跟选民接触哈，我感觉台南府城的市民哈，选民哈。真有智慧哈，咱究竟真正是无共款哈，所以我伫遮咧走时，嘛有真得到真大的鼓励啦哈。像咱的制作单位今仔互我有这个机会，我真欢喜哈。哦，台南市民会当对我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啊，那像委员讲的哈，咱鼓励选举可能要在当娃嘛哈，所以这一当娃呢，你是就是说，像我们透过节目这样子让选民了解，那另外你是要安怎哈来争取到咱选民的认同？因为咱知影讲你进前较侪时间拢伫以前的台南县，那现在的台南市，你刚刚有讲，我知道你现在招非常的勤呐哈，那这样走的过程，你会不会有觉得说有什么挫折，还是说你一直觉得选民都会给你鼓励？我觉得选民都一直给我鼓励呢。好，我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哈，就是跑越多越好。只要我有跑到的地方，我觉得都是正面的，给我都是正面，就是怕我跑不够这样哈，所以我就真的很努力在跑。对啊，我现在在市区的新公路305号哈，在咱的中西区，成功路305号哈，是有一个服务处，我那个服务处呢也有固定选民服务的时间，那来的人也很多，表示慢慢市区的选民也都接受我这样哈，我觉得很安慰，或者是我去到各地去跟选民直接面对面的接触，无论这是小型的客厅会啦，还是招摊的庙会啦哈，等等的哈，或者是协调会，或者是选民服务的案件。我都觉得，其实我真的觉得都是正面的鼓励嘞哈。我现在是在跟自己赛跑啦，就是怕我跑不到哈，只要跑得到，我认为都是正面的鼓励。对，这个很感谢。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个台南市民哈，现在大台南的嘛，因为咱们呼起来这股民真正是就都很热情呐哈。那其实大家也是很希望说看到其实未来要当我们台南市长的人，他是真的很认真勤奋，然后愿意为我们的骑民来服务。所以现在在我们成功路这边也设了服务的这个据点了。是对啊，所以就是说也可以就近的来服务我们原台南市的这些市民。对，所以委员好，那我们最后就是请你做个结论，针对这一次你要有意来竞选我们台南市长好，那你是不是讲一下，就是说你未来的做法，然后你的政见，当然就是刚才大家也听得很清楚哈，那你就是可以再跟大家来做最后的一次确认。我再说一次哈，我希望讲我若会当互得到大家支持呢，拜托大家伫电话面调的时大声甲我赞声一下哈，我若会当担任台南市长呢，我是做妈妈的心情来做市长所以第一呢，我希望讲我若做了市长，我一定来做第一项代志，就是3000斤，没有关系，就这样叫好了。这是少年人的网络安尼甲我号的绰号可是还蛮好听的。谢谢哈，这个是真的我的政见我希望在台南市的6岁以下的儿童呢，我们每个人每个月每一个囡仔每一个月有3000块的育儿津贴津贴来鼓励咱少年的爱增产报国、净善报国另外呢，咱台南市观光真重要的所在所以咱要来发展咱的观光以外呢。来找回我们对台南的这种光荣感我们除了咱基本叫做园仔市、县市合并所以咱希望讲会当把咱的观光呢更大的这个拓展就是讲伊除了伫这古迹以外呢伊嘛会当到咱以前的县的所在去做休闲观光的这个观光这互伊会当更深入的认识台南
认识我们大台南。那这个观光休闲农业呢，当然很重要的农产品哈。农产品我要来做的是，我要学习把美国的这种农产的2个最重要的精神哈，我参观的对美国的农业的观察的一个心得，就是有机在地2项哈。有机要安怎认证，在地要安怎认证哈？这什么是真正台南出产的物件？对，而且有机你认证就是保证，那用农会来做认证农会的公信力来做认证。在地表示新鲜，在地表示合理用药，在地表示品质保证那这个部分呢，跟我们的观光休闲产业可以结合这个部分以外呢，要安怎好，这观光客真正嘛会当去做咱的农业观光休闲呢，我们所有的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交通，最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就是交通，交通里边才有法度互经济发展。所以呢，我伫大家支持之下，17年以上的这个交通委员会主力我希望我若做着市长，我绝对有法度规划咱大台南地区的交通变做一个立体化的一个交通网络，互咱的城乡共荣，互咱大台南营市呢，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共同来发展，做伙来发展咱毋是干那有历史尔，咱毋是干那有古迹尔，咱嘛有科技，咱除了有台南科学园区以外呢，咱的沙仑科学园区，这里呢将会是全台湾第一个真的把太阳能发挥到可以整体输出的一个产业。咱希望咱的太阳能光板，毋是干那光板尔，这个所在要互规个太阳能发电，会当真正伫这个所在来进行，互台湾真正会当伫绿能产业、太阳能这一块呢，在台南发光发热，而且落实太阳能电厂。将来希望期待太阳能电厂这个产业，除了归台湾使用，也可以整场输出。这个可以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对，创造产业。中央已经确定要给台南这个建设，所以呢，在不久的将来，全台湾第一台自驾车。家己驶、家己会走的车，唔免人开，家己会走的车，自驾车、太阳能自驾车会在台南这个地方来产生。好期待！这个是台南无可限量的未来发展。我当市长，这些都是我的重点施政。这些拢是我做市长了的重点的施政的这个方向，希望会当得到大家的支持。好，谢谢委员哦。和咱今仔日市民时下节目邀请到咱的立法委员叶委员到节目当中哦。那么他呢是目前呢有意要参选到咱民进党东来市长初选候选人当中呢唯一一个用妈妈这样提出一个这么贴心政见的包括说人家讲3000金，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他觉得这非常好，并不是说在骂，是他们真的觉得3000金很好啊，谁不想要3000金啊？好，另外呢还提出了农业啦、观光发展，以及我们绿能科技跟交通立体化等等呢，具体的市政建设蓝图，已经都有加立体在你心中已经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政见就是说主要要推动的政见呢，要由台南市民呢共同来检验如果有认同的话看你是不是有要支持伊来做咱的台南市长。所以后续咱嘛是会陆续邀请到其他几位到节目当中来讲因的理念，那么互大家来了解了后，你看你较认同什么人的理念你得当来支持什么人。好，咱今日再一次来感谢叶金叶委员，谢谢你，谢谢碧纯，谢谢各位观众朋友，谢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时下》节目，咱再会。